人话。伊个叉臂胖，伊个叉骨菜，三个长长棍，四个叉臂粉，五个煮虾米，六个做官，七个分一半，八个迄小山。九个。九个蚵仔面线。是啦。感冒头痛，鼻水流，看见有落单，心情嘛心。今天叫下多快，恢复这里快，三个是飘有落安。不过我唔是有落安，我是普利上吧哦。伊个叉米香，伊个叉骨菜，三个长长棍，四个叉米粉，五个煮虾米，六个做官，五个迄小山。五个煮虾米啦。五个煮虾米，六个做官，七个分一半，六个分一半。八。迄小山，八，不是八，哦。九个蚵仔煮面线。那八是南北腔。嗯。九个。迄小山。九个蚵仔煮面线。九个蚵仔面线。拍你亲。八里班。拍你一千讲5班。要讲也唔讲，唔讲拍甲讲。你咧食啥物？肉菜、沙饭。啊你今日有食啥物果子咧？水来啊。干麦。干麦甲水来啊。柳丁啊。今仔个这个影片，上来就同的一张，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